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咱这是历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 97.3调频。咱进行的节目是历史论坛，每礼拜拜五下晡6点到7点这个时间，由我李南雄伫遮为你服务。咱今日真欢喜会当邀请两位贵宾来咱中间，真感谢因会当拨工对美国遐远的所在来转来到台湾，会当来咱的节目，真感谢因两位。第一位是早前伫台南神学院的院长萧清芬牧师，萧牧师你好。嗨，主任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好，另外一位是早前咱台北的双连教会长老，即摆嘛住伫美国，林准玉长老，林长老你好。嘿，你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大家平安。咱今仔日邀请因两位来吼，因为因即边即逝对美国专工对美国转来吼，是为着要一个圣诞的会吼，即个圣诞会是一个感恩的礼拜啦吼，伫即个礼拜吼，礼拜日即礼拜礼拜日24，礼拜日下晡2点半伫双连教会吼10楼。礼拜堂伫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111号，有一个迄个出版的感恩礼拜。出版啥物？就是专门台语圣经。为了即本圣经，萧牧师甲即个林长老较侪伊的朋友迄个牧师长老甲一信徒，有诶毋是信徒，为了即本圣经拍拼吼真无简单即摆会当出版，有要举办即个出版的感恩礼拜。咱头起先咱来请教林长老吼，咱即个感恩礼拜伫即个后日嘛吼，礼拜日的下晡2点半伫双连教会吼，要请教你即边出版有几个种版本 OK， 主要就是讲。感谢上帝恩典，伫大家合作配合之下，会当来出版即个圣经新约副诗篇箴言的汉罗版，就是汉字有南即个罗马字的版本，过来就是全罗版，规个头到尾拢是迄个罗马字的，就是咱讲的白话字，即两种版本，为着要庆加个建筑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设教150周年，即两本是即个纪念版安尼。吼，即个咱讲迄个，你即边出的是敢若新约圣经尔嘛吼，旧约副诗篇甲箴言，迄是旧约的部分嘿。旧约的部分还袂完全出版吼，即边是出版新约圣经吼，新约圣经伊附2篇旧约的物件，一个是诗篇，一个是箴言，是毋是安尼？是。吼，咱当然咱真希望咱迄个信主的吼，就基督徒会当拨工来礼拜日下晡，礼拜下晡后日下晡2点半伫双连教会，就是咱拄则讲伫即个台北市着迄个中山北路2段111号，伫双连教会10楼的礼拜堂，有即个出版的感恩礼拜吼。咱也毋是基督徒吼，但是你对即个圣经，也是讲对台湾的台语吼，即个白话字，也是罗马字，咱讲白话，有人讲罗马字吼，白话字的台湾的推广，有趣味的人，嘛会欢迎你来参加即个盛会，即真难得的盛会吼。要请教林长老，你拄仔讲有2种版本嘛，一本是汉罗版，就讲汉字有诶到迄个罗马字吼，就是讲有诶字是安怎爱用罗马字落去斗？因为咱台语的部分有真济汉字无法度写出来。有的人去用用迄合音的去写的汉字，个意思就走去。所以款的呢，咱就用即个罗马字来甲
标出来。哦啊，你读的时阵，啊，直直读对了，会当真顺序读落安尼。迄叫汉罗版。无啊，咱台湾吼，即摆足侪话吼，事实上无法度完全用汉字来表达。啊，有人就足伟大啦吼，就去创造字啦吼，去发明一寡新的台湾的字吼。啊，遐新的台湾的字吼，实在讲真歹学啦，啊嘛毋捌。啊，有诶吼，你一个字的产生应该有足侪爱考虑诚济啦吼，伊的声、伊的意思、伊的字形。啊，结果有诶乱写一寡新诶一寡台语诶字吼，互咱足混乱诶啦。啊，所以用即个罗马字来代替吼，莫搁去制造字吼，制造字已经互人感觉足踢吼。啊，所以用即个罗马字来去代替，哦，这嘛是一个方法，迄是一种音字语啦吼。啊，但是咱若白话字摆是规个拢。罗马字吼，迄就毋是一个音的意思尔了，伊嘛算做一种文字呢，是毋是安尼？是嘿。OK， 啊，咱即摆即个你讲白话字吼，足我知影的就是讲早前咱迄个外国的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时阵吼，特别是伫厦门吼，因有用迄个厦门的即个咱讲做。声音讲话，啊，就去编做字典吼，英文、英语甲厦门的字典，啊，就去编迄个厦门的字典，用白话字就去编字典，啊，即个影响吼，毋若去影响咱台湾尔，包括今仔日日本伫用的即个叫做罗马字，吼，迄嘛是长老教会的一个牧师伫厦门伊所学着的吼，感觉即个方法袂歹。啊，去日本传教的时候吼，伫遐发展出来一个日本的罗马字吼。啊，要来，即个咱台湾是讲迄做白话字，因为念起来吼，都是敢若咱人咧讲话的意思啦吼。啊，要来请教迄个肖牧师吼，伊是即方面的专家，就讲咱白话字吼，甲即个伫台湾吼，伫白话字的历史甲台语圣经的历史吼，是袂当甲咱的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当然每一个文化是大先有话，才有字。对西方开始，西方欧美西方大概因用的字拢是用拉丁字上罗马的字，来写出因的话。即个开始的是即个西欧的即个生理人，甲传教士到亚洲来，要甲即个人做伙，当然都爱学因的话。才爱传教的人，都爱将因所信的宗教来传互亚洲的人，所以都爱有一款的迄个工具啦。所以就。用因家己的即个罗马的字母，来将因所接触的人所咧讲的话，甲写出来。这毋是讲干那来到亚洲安尼若定，迄伫欧洲本身也安尼。欧洲几款的话拢用罗马字写的，毋过每一个话无共款。即个罗马字的。是讲白话字的开始，是伫即款的背景的下面，西班牙人安尼来做，即个也做荷兰人也安尼来做。当若讲论到咱的台湾话，源起头真济为着爱要甲咱台湾做生意，甲台湾迄落。的人来有交陪的时阵，都爱学台湾人当时的汉人所咧讲的话啦。当时的汉人大概拢是对闽南一带来。若对即个甲迄个中国是讲清朝帝国安尼甲国外交通
上早的一个所在，毋是伊个所在就是厦门。吼，厦门所以中间的一个话，伊是用厦门做主体，佫毋是安尼啦定虽然即个当时的中国不准外国人来到中国的本土，毋过有一寡住伫即个像厦门、广东、福建遮个人，拢有对南洋去移民啦。移民的人的中间，真侪人拢是讲厦门话，所以因想讲中国话就是厦门话就安尼就去写即个做用罗马字母来写厦门话，是期待讲有一日会当隆重用到中国，若开放互人去传道理的时，因就会当用这就是上起头的即个理由，就是安尼。咱实在的台湾的罗马字的即个上早开始想讲，就用即个话罗马字来写安尼厦门话，甲咱伫台湾的汉人所咧用的即个话就是对英国伦敦会派到伫南洋的一个宣教师叫做 Mathers 麦多斯，伊开始就想出即款的方式，佫后来甲伊三帅对美国原来有派宣教师，因拢先去南洋甲遮个讲厦门话的人接触了，后来厦门开放的时阵来到厦门，对安尼将即个因所捌的厦门话，安尼愈完全写出来，这就是即个渊源啦。来台湾呢？来台湾就是即个要派来台湾的宣教师因为当时的汉人所咧讲的话，甲伫厦门的话，通讲真共款，所以因就先去厦门去学即个厦门话，才来台湾。这就是亲像讲来台湾传教的第一位宣教师，名叫做马雅各 James Maxwell。伊就大先去厦门学即个话了，这是医生毋是牧师，来到台湾，开始用伊所捌的即个厦门话，甲这汉人接触，来医病，来传教。在对你做外国人、英国人啦吼，甲即个对厦门，甲即个白话字传过来台湾，即个白话等讲台语圣经是拄当时开始有即个台语圣经。当然上早是伫即个南洋厦门话的圣经啦，因伫遐大先翻译翻译圣经做厦门话所以即个宣教师要来台湾呢，想讲我即个厦门话甲台湾的完全共款，所以是煞带来伫台湾伫即个19世纪的尾遐就已经开始有即个翻译圣经，咱会用迄个罗马字拼音的即个厦门话圣经，对遐来开始，到即个做20世纪的初年遐，全本的圣经新约旧约，大概拢有分别有出，毋过无完全的即个统一，因为翻译的人无共款。是。后来安尼有经过几啊遍的即个修正，咱即马咧上届咧通用的，就是由一位叫做巴克利
牧师，牧师哦，因为伊安尼真热心即项代志，嘿，伊来到台湾了，真拍拼学即个厦门话，嘿，学了才会教会的才会人想讲，因为过去翻译的已经无啥物下用，嘿，所以虽然伊年岁真济，佫请伊就主持来解译，嘿，即个叫做原有的，嘿，伊就安尼就去解译，嗯，到1933年嘿的时阵，新约旧约的完全翻译好势。当时台湾的印刷术到遐个字拢无够野，所以头一本的圣经1933年的圣经，就伫上海商务印书馆，好，因遐有迄个字体，嘿嘿伫遐来印，嘿，送来到台湾。好，迄个时阵拄足晚近，台湾基督迄个做传教真晚近50年。好，所以迄本圣经出版的一个，就是讲万伫台湾传教50周年的时阵，有迄个完全的即个做新旧约的圣经。即马到即马已经用80几年啊！实在真侪话已经改变，毋是干那讲厦门话甲台湾话无相像啦，惊每一个研究继续咧发展啦。阮迄个礼拜堂哦，我大伫个教会哦，阮有几位迄个较年老的姊妹啦吼。咱阮伫教会内底讲女性的信者，阮叫姊妹，80几岁，伊圣经伊甲我讲，伊的圣经哦读破5本去啊，怎读破5本？伊拢读迄白话字圣经。伊讲伊囡仔是细汉无机会去学校吼，接受正式的学校的教育，所以日本时代伊无读到日本话。落尾当然中国迄个国民党政府来台湾以后，伊嘛无可能去读汉字的中国话。伊圣经吼读比咱较紧，伊讲起来吼，伊圣诗安尼看圣诗吼，伊念会唱的歌吼，比咱看汉字来唱还是来读的哦，加足标准。这就是啥？这就是巴克利牧师的底蕴啦。迄阵所出版的即个圣经吼，会当互真侪无受正式学校教育的人，但是伊是基督徒，因为伫教会内底有人教伊白话字，教白话字学白话字无讲足难，所以因学了，继续伫咧看白话字的圣经，哇，煞读了比咱较顺啦。甚至前几年花莲有一位阿嬷吼，嘛是80几岁，伊拢无读过正式的学校，伊嘛写几啊本诗集，学了上帝，学了伊厝的人吼，感谢的诗，伊拢出诗，写足侪诗，有来甲出诗集，伊迄阵有人个记者问个杨引元杨文兰教授讲，这阿嬷无读册吼，毋捌字吼。哪会晓写诗？杨教授讲你毋捌字啦，即个白话字吼嘛是一种字啦，你讲人毋捌字，你毋捌字啦。杨教授嘛，迄个记者讲你毋捌字的是你啦，毋是这阿嬷吼。所以咱今仔日吼真侪教会内底的老人吼，虽然无受正式学校的教育，但是因为透过咱个巴克利牧师。所翻译出版的即本圣经，伊会当读圣经读甲吼，会当读破5本圣经。伊念出来的圣经句吼，比咱用汉字来读的加足标准。写嘛加足好听。总是咧，拄则小牧师有讲，这是1930年代出版的物件吼。咱的即个时代有伫变化，语言嘛有伫变化。即个应该无共款的所在，使用的语法嘛拢有可能变化吼。每一种语言拢共款吼，拢会变化。
啊，即个80年前出的圣经，甲即摆当然咧有当会感觉读落会怪怪，即个单仔读落安尼，小可无口啊崎崎的感觉吼。啊，即摆要讲真恁因真拍拼吼，就萧牧师甲因萧清云牧师、林准耀长老甲因一阵好朋友，逐个伫咧拍拼，甲即本迄个全民现代语圣经哦，即摆讲是新约吼，会版本出版，啊，佫有附录即个做诗篇甲箴言。啊，恁伫礼拜下晡2点吼。伫双连教会台北中山北路2段这双连教会有一个感恩的礼拜，吼出版的感恩礼拜。啊，恁讲迄感恩礼拜是为庆祝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设教150周年的纪念版，吼。即个要请即个第一个要请教萧牧师就是讲，你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设教150周年是安怎算吼？算到即摆变150周年。第二，恁即摆出即本册有啥物特别的意义？第一就是讲150周年的迄个纪念，150年是对迄个英国的长老教会派来台湾传道，做宣教师。迄个马雅国医生到当时的即个做台南，开始算起，迄是1805年，拄拄150年前。150年，所以咱家叫安尼讲，这是150年的纪念。当这迄个就是安怎呢？咱太利用即个机会，讲大提醒咱，讲咱台湾已经150年，咱用的圣经头一本安尼完全的圣经是安尼，当时是有册要为着50周年的时出的，安尼就已经若要讲起来是安尼相当的年啦，吼，伫即款情形的下面。研究咧改变，咱提醒咱，讲咱有责任，互咱的圣经用安尼150年后的人，还犹佫有法度通读，因为圣经是活的，人活的，是所以150年前的人所咧用的话。甲今仔日咧活的人的话无一定共款，是。毋过圣经的真理是共款。是的，萧牧师爱甲你拍断话棍吼，咱爱小进入广告吼。今仔真欢喜会当邀请2位对美国转来的咱的好朋友吼，来咱中间第一位要甲咱听众朋友介绍是萧清云牧师，萧牧师你好。嗨，大家好，平安。萧牧师早前是伫台南新人院院长吼，落尾伫美国牧会旧年才退休吼。即个另外一位贵宾是林准耀长老，伊是早前迄个台北双连教会的长老吼，即摆嘛是伫美国住伫美国。林长老你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因两位请因两位来主要是要介绍吼，因今礼拜今仔日即个礼拜日下晡2点半，伫双连教会吼有一个出版感恩的礼拜吼，迄个全民台语圣经的出版感恩礼拜。咱拄则即个请教萧牧师讲吼，迄个咱迄个150周年。迄个纪念吼，咱出版即本全民圣经吼，有啥物特别的意义？你讲迄个原本出版即个做巴克利牧师出版迄本册是纪念设教，伫台湾长老基督长老教会伫台湾设教，你讲50周年是吧？我吼讲了较紧，毋对，应该是70周年啦。OK。咱今年即摆到即摆是设到150周年，变做变80年后，咱过来出一本
一本咱用足侪精神心神落去用的全面台语圣经，要来请教，讲无是安怎？咱即个巴克的牧师所出编译吼，伊所出版的即本册，到今仔日，大部分的台湾长老教会的礼拜吼，尤其做台语礼拜，拢要用迄本啦，吼是安怎？咱要出版即本圣经吼，咱搁改写、搁改译的时阵吼，是安怎名号做全名？因为即个名本来是迄个赖永祥长老伫波士顿，即个咱台湾长老教会史的专家赖永祥长老，伊真关心。看我伫做的时阵，我本来嘛是讲巴结咧修订版圣经咯啥的。落尾是肖清芬牧师有伫提出一本即个美国即摆上新的翻译版叫 Common English Bible。Common English Bible 就是讲伊行的路线嘛是要互逐个人一般人嘛拢读有的。即摆咱即个我要做的，甲即阮即个团队想要做嘛，希望讲即本圣经会当互台湾人人拢读有，佫爱读的圣经。即爱读圣经就是讲爱考虑着每一个全面啦，每一个人嘛。所以来因上长老讲，Common English Bible， 咱叫 Common Taiwanese Bible， 就是全面台语圣经啦。即个全面也包括讲，毋是基督徒，我若是全面的一部分。你嘛会使读啦，毋是讲基督徒才会使读圣经咧。因为咱知影，有真侪朋友，我的朋友吼。因伫研究台语，对台语真有趣味。结果因就找到一本变做教科书啦伊讲就是圣经。我讲是安怎？伊讲迄内底语句系统真水啊，佫在正宗的台语啊。所以学甲圣经准做伊伫学台湾话的教科书伫读啊。伊毋是基督徒，伊毋是。教导讲来读圣经，毋是伊是要学台语伫学读圣经。拄则肖牧师讲迄个讲一半咱拄进入广告，就是讲咱今仔日出一本即个全面台语圣经伫即个来甲即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设教150周年，两个甲纪念版甲合作伙即个意义伫倒位？就是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整个台湾的文化有真要紧的使命，来保全咱台湾的文化。这个台湾的文化中间的一环真要紧的是台湾话。所以咱就用更较准确的这个台湾话。咱今仔日大家拢。听有诶，因为过去巴牧师的即个翻译，主要是用厦门话。厦门话甲台湾话虽然同个根，毋过有无共款。台湾话以后所行过的路，有受无共款的文化的影响，所以咱台湾话有进展，无共款的进展安尼。亲像伫个。迄个厦门话圣经，咱圣经内面还佫足侪讲字罪，毋知即马咱台湾人几个人知影讲字罪是啥物？亲像即款的人，这是咧讲啥人啦？所以咱即马就是讲，要咱就来甲用啥人？这就是全面的意思啦。过去因为即个。咱咧用的话，真是讲教会内人才知影的话。对。咱即摆毋茫讲，所咧用的话，一般的人，逐个也拢会晓。迄款的话啦。较袂讲来到教会，你着爱另外一套的话。才会当参加教会活动。了解基督教的道理。是。这就是讲你毋免安尼，互你敢若。你若捌台湾话，就听有基督教咧讲啥。迄个事实上，拄则肖牧师咧讲这咱是想讲，迄是迄个因为咱拄则有讲讲时代
时间的变化，咱的语言嘛拢会变化吼。啊，事实上，一个语言吼，像我伫厦门的一种话，咱讲闽南语来讲，啊，即个厦门话哦，啊，南洋的人讲叫做福建。哦，啊，即个福建吼，即个福建话传到马来西亚，传到新加坡，传到菲律宾，拢无共款咯。吼，传到遐有受当地的文化的影响，会变做无共款的闽南语。啊，传到台湾吼，嘛变化诚济啦，变化诚济。啊，并毋是吼，当然这时间的变化嘛有啦吼，啊，即个空间的变化嘛有。像咱拄则邵牧师讲，治水吼，几个台湾人听有，伫教会以外的人吼，台湾人可能听无啥有。但是你若甲变现此时厦门话的字典有呢，有治水呢。安怎治水？治水吼，伊汉字写是谁啦？吼，啊，台湾伊用迄个厦门话来念吼是谁啦？啊，是谁念久啊变合音词，变做治水啦。吼，啊，但是因即摆厦门人抑阁是讲是治水啊，因无改变啊。啊，是咱台湾即摆讲治水，就差不多咱即个所在的人吼讲治水，颠倒听较无去啊。你讲啥人吼，所以萧牧师拄则意思是讲，像咱的全民台语圣经内底，就治水的所在，就甲改做啥人 ？OK。啊，要过来请教迄个萧牧师甲林长就是讲，即个巴克的白话字圣经吼，伊内底的厦门话吼，厦门音啦吼，啊，甲咱的现此时的台湾的台湾话吼，啊，伊差别有偌尼大？咱拄则讲的治水，迄是一个例尔吼。啊，我一个朋友毋是教导啦吼，啊，第一遍来礼拜堂啊了出来，甲我问讲，啊，拄则牧师你讲钱仔是怎么款？吼，伊毋知影啥做钱仔，我讲迄个就是鸽子啦，或者粉鸟。无啊，粉鸟就粉鸟，哪有做钱仔？我讲吼，厦门人吼，今仔日嘛还佫讲钱仔，毋是讲古早的厦门人讲钱仔。啊，当然嘛是有足侪话吼，是古早的厦门人讲的话吼。即摆厦门人无人伫讲，嘛有迄种语言的。啊，伊无你讲，啊，咱台湾人无你讲，啊，足奇怪吼。啊，咱台湾人讲嘛是，敢若长老教会内底的人听有尔。啊，要来请教两位，就是讲，因咧差别伫倒位？伊除拄则古遐个以外，伊个语词嘛真侪无共。好。像讲即个有一个80几岁退休的牧师，看到我伫做即个全面台语圣经，爱欢喜甲，爱甲我讲，林长老，我袂当上天堂咧，我一世人无传悔改的福音啦。因为巴克的圣经内底敢若有反悔啦，无半字悔改啦。啊，即个反悔我有去查起，但是大师典就是讲，但是大师典主要嘛是厦门话为主啦。啊，所以伊就是讲第一个解说就是反悔的意思，啊嘛有第二个解说悔改的意思啦。啊，但是伫咱台湾呢，悔改就悔改，啊反悔敢若反悔尔，无悔改就对了。安尼哦。哦，就讲即摆就拢也改做悔改，啊大家咧读就拢会真好势啦。啊，过来较严重的就是讲，咱迄个白话字的圣经拢白话字，即摆受汉语的教育，啊所以有人去甲改做规个改做汉字啦。汉字伊个厦门话内底若是是但是的意思吼，啊伊拢甲翻做若是就对啦。无啦，即个即句话吼有小可伊毋捌啦。安怎咧？咱因为吼，即个但吼，讲吼，咱讲毋拉咧。对啊，不但就是毋拉。不但咧，毋是毋拉咧，啊毋是不弱咧，啊要写汉字是不但咧吼。啊，所以讲若是的时阵吼，伊误解。你若看迄个迄个厦门音的字典内底吼，几啊本拢有即个若是的时阵，若吼，拢是写但的，但是的但。啊，毋过汉语本伊就甲创弱势。对啊，所以即个啊，所以人读起来根本就读得足艰苦的。有缺失的所在啦，吼。啊，过来就是讲主要迄个北克的拢用厦门话较偏向阮的即泉州的腔啦。啊，即摆台湾的腔口就是讲教育部统计是拢中南部的腔口较侪人讲啦，所以即个高雄市为主的腔口。
啊，所以咱全面台语圣经是用台湾较侪人讲的腔口为主来写的，互较侪人读起来会较好势安尼。你随上你讲腔口吼，迄个咱感觉啦吼，因为咱规个全台湾来讲，感觉讲腔口上严重的吼，就是鹿港人啦吼。结果有人有一个故事讲吼，一个鹿港人吼，真毋捌出过鹿港以外的所在，有一遍吼，到外口来，转去甲人讲吼，哎哟，因外口的人吼。迄腔口足重的，你知道？人感觉足好笑，腔口上重的吼，就是鹿港人啦吼。其实咱台北吼，嘛是甲鹿港的腔较晏，台北市较晏，因为啥？这是泉州腔嘛吼。所以我以前早前伫土，我厝故乡伫土，来台北读书的时阵，我拢读册啦，读册的时阵，凊彩讲一句话吼，拢互同学吼笑规步啦。阮讲的话，更讲拢互笑，因为腔口无共。即摆林长都讲吼，即腔口用啥？用较大多数人的腔口，普遍腔的。普遍腔用迄做腔口。其实吼，咱拄则讲，除了迄个你讲精雅吼以外吼，也是讲迄个，其实还有足济迄落长老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特殊用的台语，因为迄是对巴克勒牧师所翻译的迄本册来，像讲吼。戆影哦，我头下拢听无啦。戆影是啥？吼即条哦，即摆讲即条吼，现处是啊用单，爱讲做即条。我嘛听无咧，戆影，戆影我嘛听无。讲心情八百吼，八百我嘛听无咧。事实上，这拢会使，要安怎讲？会使互较侪人看有啦吼，的话。所以你迄个林长老，你的意思是讲，真济巴克勒牧师所用的语词，无下落现代甲咱现代台语无共的所在。咱即摆出版的即本全面台语圣经，拢有甲解过来。安尼。迄阵决定讲到要用巴克勒牧师的翻译。就是因为伊翻译阮遮个人类叫做比较的是伊的翻译，比其他的翻译，安尼加真好，佫较近伫原意，所以讲阮就用这做基础，所以阮毋是改译啦，阮毋是改译哦，毋是改译，是要将伊所翻译的甲伊。化做，是讲甲伊变做讲咱今仔日逐日讲的话啦，安尼啦。迄个本意拢无甲伊改。就变做原本巴克勒牧师的迄套迄个旧约圣经的台语白话字圣经吼，恁认为讲到今仔日为止，原是用了上好的一个版本。对。所以用伊做基础，有甲改咯，有就是讲咱拄则讲的讲有较特别的。迄个叫做福建话吼，迄落来厦门话，咱即摆台湾无伫用的，也是讲用的，敢若咱教会内底伫用尔吼。一般的人听较无的，拢有甲改过来。OK。要搁请教一下吼，你拄则讲吼做咱礼拜吼，今仔迄个5月24礼拜下晡2点半伫双连教会，有一个出版的感恩礼拜吼。这个感恩礼拜就讲有2本嘛吼，一本是。迄个这是新约附这个诗篇，加附这个箴言，这个有2个版本嘛吼，一个是汉罗版，一个是白话字版吼，这是即边咧出版的，吼。已经出版。对，我出版的，就为了咱感恩礼拜要讲的这2本吼。你听伫个林长老甲萧牧师伫讲是讲，咱搁后壁搁有几种版本要出版，敢毋是？因为即个圣经是有分新约、旧约嘛，合起来才是规本圣经啦。因为旧约迄个工序足大吼，足济吼，所以就即摆开始即2个版本出了，阮就爱即摆来努力即个圣经新旧约全书，先完了先出汉罗版啦，
这就爱到10月中的时阵，嘿迄当时咱长老教会设到150周年，会纪念的有一个活动叫做教会日，10月24甲25。吼，啊，煞咧，阮换伫台南，换咧伫台南新学院会举办即个出版的感恩礼拜啦。吼，吼，就是比如讲旧约、新约做伙出版。对，所以150周年的纪念版有3种版本。吼，嘿，吼，啊，即摆即后壁咱除了即个汉罗版、白话字版以外，啊，我听你顶摆有讲吼，有要搁出迄个有声版，吼，有声的版对无？敢是安尼？对，啊，搁一种迄个汉罗鲁味。碰字版，哦，点字的，OK 点字 OK。版点字版。诶，吼，即点字版变做吼，当个盲人朋友吼，会当较方便读圣经嘛吼。嘿，啊，除了这以外，你讲一种什么版？鲁味版。汉罗鲁味版。鲁味版什么意思？就是汉字面顶有标这罗马字的读音啦，吼叫汉罗鲁味版。吼，诶，不，你变做讲啊，咱拄则讲的叫做迄个汉罗版，汉字参罗马字的版。即个版内底足侪是汉字，啊，惊人汉字袂晓读，读咧无标准，啊，所以伫汉字顶头，敢若日本字边仔有注卡那安尼，吼，搁有一个咱的迄落白话字的迄个标音伫顶头，吼，安尼是读起来敢目睭敢袂花，较袂花去。迄渐渐习惯就袂啊吼。安尼哦。啊，这个版本阮有伫改进啦吼。啊，迄天来参加礼拜的来宾吼，阮拢会送伊一本叫做《圣经的爱情甲智慧文学》。吼。啊，爱情的文学就是雅歌，吼。嘿。啊，智慧文学是箴言，即本就是用汉罗鲁味版。OK， 啊，这就是即摆要请教你，甲我像咧讲的吼，就讲咱迄个感恩，迄个出版的感恩礼拜，伫即个5月24吼，伫即个上联，中山北路2大吼111号10楼，上联教会吼10楼吼，即个出版感恩礼拜，吼，专门圣经的出版感恩礼拜，啊，咱就讲，个感恩礼拜的内容吼，是毋是当先透露一点仔，互咱的听众朋友知影？好，上主要我若是主礼者，这是肖成文牧师，哦，伊是专门台语圣经协会的理事长，专工为美国搁赶回来，回来主持这个感恩礼拜。啊，当然中内底嘛有真侪贵宾会来致辞勉励，哦，就讲咱总会，哦，啊总干事因为已经有排别个行程，啊，所以有副总干事。郑英仪牧师，伊代表长老教会总会来致辞勉励啦，吼。啊嘛有即个教会外，就是台语文界，哦，台湾罗马字协会理事长周维文教授，哦，伊嘛会来致辞，勉励安尼。所以变做意思是讲，咱出一本专门台语圣经的意思吼，毋是讲干那要互符合。长老教会，还是讲别个教会，台语礼拜的时阵使用而已啦。吼，毋是干那安尼尔，嘛是会当互搁较济对台语有趣味的人，伊虽然毋是基督徒，伊愿会当来看即本圣经，来研读即本圣经。意思是安尼。OK， 啊，咱吼，迄个最后又要请肖牧师吼，甲咱讲，期待即本圣经出来。吼，咱袂使讲新书发表会啦，因为即本册实是足旧的一本册吼。圣经即本册是足旧的一本册，袂使讲新书发表会。比如迄个用一个新的迄个干仔吼来缀这旧的酒安尼吼。肖牧师是毋是会当甲咱的听众朋友吼讲你编出版一本册的？一种感想甲即个期待。当然期待就是遮做讲大家爱读，搁读有诶，吼，搁毋若安尼，但对整个诶咱迄个西方诶历史家己看，亲像讲原来西英国吼有英语啦，毋过吼各地讲法无完全共款，是。因为
迄个到迄个英国的一个皇帝叫 King James 安尼，伊安尼讲，咱就来翻译咱实在英语的圣经，翻译了，大家拢用了，英语完全统一。你安怎发音无啥共款，毋过遐个文字语法拢共款。变做坚固英语文化的一个。伫德国咧，就是罗丁马丁将圣经译做德国话、德语，互德国各地的言语有一个标准、共同的一个言语。是毋茫讲，咱台湾的长老教会若要对台湾的文化有贡献，伫即个研究上，这是咱期待的一个结果。这安尼伫遮是当然咧编的时阵非常困难，就是安怎？因为逐个人的背景拢无共款，所以咱有一个网站，亲像讲你安尼恁的安尼去参与做伙咧研究的人读了讲，这在安尼，拢会迄落写入去即个网站，甲阮做伙讨论，我想这是真好的机会。迄个无论安怎，咱时间的关系，袂当互肖牧师讲搁较详细，讲较济话真歹势但是愿甲小文牧师甲林准玉长老说多谢恁两位多谢大家。咱这是历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 97.3调线。咱要结束的节目是历史论坛，每礼拜拜五下晡6点到7点这个时间，由我李南雄伫遮为你服务。咱今日特别邀请两位贵宾对美国转来，肖庆文牧师甲林准玉长老来讲要出版的伊讲当出版，拄出版的一本专门台语圣经互报大家知。多谢你的收听。